你有冇試過？明明今日冇做過咩體力勞動，但一到夜晚，整個人已經攰到唔想講嘢，甚至有時明明放咗假，依然覺得好攰、好空虛。其實真正令人疲憊嘅，未必係身體，而係心理。英國著名心理學家哈德菲曾經研究發現，大部分人嘅疲憊感其實都來自心理因素。真正因為身體消耗過度而攰到撐唔住嘅人，其實並唔多。換句話講，好多時令你攰嘅，根本唔係工作本身，而係你長期做住一啲自己唔鍾意、冇意義、睇唔到希望嘅事，例如每日重複返工，不停做同樣事情，對未來完全冇期待，甚至連自己點解努力都開始唔清楚。久而久之，人就會開始出現一種好似點努力都冇意思嘅感覺。而呢種心理疲勞，往往比身體疲勞更加折磨，因為身體攰，休息幾日可能就恢復，但當一個人內心開始失去方向，就算瞓再多，都依然覺得累。最可怕嘅，唔係忙，而係你連自己為咩而忙都唔知道。所以有時候，真正壓垮成年人嘅，從來唔係工作量，而係長期睇唔到希望。相反，如果一個人有真正想追求嘅目標，即使再辛苦，內心都會有一股力量撐住自己。因為當人知道，我而家努力緊嘅，係為咗自己真正想要嘅生活，辛苦都會變得有意義。其實人最怕嘅，從來唔係捱苦，而係睇唔到盡頭。所以有時，你真正需要調整嘅，未必係工作，而係重新揾返自己人生方向。因為當一個人重新有目標、有熱情、有期待，好多原本覺得頂唔順嘅事，都會慢慢變得冇咁攰。